做伙读圣经，今仔日5月24，咱要做伙来读撒母耳记上卷第26章到第31章。咱用的版本是现代台语译本。第26章，西弗人过去基比亚，甲扫罗报告，讲大卫灭伫约书门东边的哈基拉山。扫罗就起来，带以色列中特选的兵3000，落去西弗的旷野要找大卫。扫罗伫约书门东边的哈基拉山路边扎营。大卫踮伫旷野，听到扫罗来旷野要追入伊，就找几个侦探去探，才知扫罗真正来啦。大卫就出发去扫罗扎营的所在，看到扫罗甲尼尼的囝元帅亚米尼困的所在。扫罗困伫军营的中央，部队伫伊的周围扎营。大卫对黑人阿希米勒甲西罗亚的囝约押的兄弟阿比苏讲：啥人要甲我落去扫罗营内？阿比苏讲：我甲你落去。大卫甲阿比苏透暝到部队遐，看到扫罗伫军营的中咧困，伊的枪伫头壳边，插伫涂骹。亚尼尼甲军兵困伫伊的周围。阿比苏对大卫讲：今仔日上帝将你的对敌交伫你的手，请准我用枪甲伊插通过，钉伫涂骹，一个就好，免插两个。大卫甲阿比苏讲：毋通甲伊杀死，啥人伤害上主所选立的王，佫会当无罪。大卫佫讲：我基用我的上主咒詛，上主会甲伊拍死。若毋是死期到死去，就是伫战场战死。我绝对毋敢下手拍上主选立的王，干那摕伊头壳边的枪甲水旁，咱就走。大卫就去摕扫罗头壳边的枪甲水旁，两人离开，无人看到，无人知，嘛无人醒。因拢在困，因为上主互因困逐暝。后来大卫过去另外迄边，徛伫山顶，甲因3里不止远。大卫对军队甲尼尼的囝亚米尼话讲：亚米尼啊，你有听到无？你哪毋应？亚米尼讲：你是啥人？敢甲王插刺？大卫对亚米尼讲：你敢毋是以色列中上强的勇士？是安怎你无保护你的主、你的王？拄则有一个兵仔入去要害你的王、你的主，你无尽责任。我基用我的上主咒詛，恁拢该死，因为无保护恁的主，就是上主所选立的王。你看嘛来，王头壳边的枪甲水旁伫倒位？扫罗认出是大卫的声，就讲：我的囝大卫是你哦。大卫讲：王，我的主啊，是我。伊佫讲：我的主是安怎地坠入你的罗卜？我有做甚物？我有做甚物歹？王，我的主啊，求你听罗卜的话。若是上主激动你攻击我，愿意欢喜接纳我献的祭。若是人甲你杀人，愿因受上主咒诅，因为因今仔日甲我赶出上主应允的土地，害我着去服侍别个神明。求你毋通互我死伫外国，离开上主面前。以色列王哪会出来找一只家走？哪着伫山里亲像得入一只野鸟？扫罗应讲：我毋对，我的囝大卫，你通倒来，我袂阁害你，因为今仔日你有看重我的性命。我实在真糊涂，犯遮尔大的错误。大卫讲：王啊，你的枪伫遮，请叫一个部下过来举转去。
上主会照逐个人的正义信息，甲伊报答。今仔日，上主有将你交伫我的手，毋过我无出手伤害上主选立的王。我今仔日看重你的性命，愿上主嘛安尼看重我的性命，叫我脱离所有的患难。扫罗甲大卫讲：我的囝大卫，愿你得到上帝的祝福，你会做大代志，所做一定会成功。大卫就离开，扫罗嘛倒去伊住的所在。第27章，大卫心内想：总有一日，我会死伫扫罗的手，宁可走来非利士人的地，安尼扫罗就会死心，袂阁伫以色列境内找我，我就会当脱离伊的手。大卫就带600个部下过去甲特王马俄的囝雅吉遐。大卫甲伊2个某，就是亚述的人阿希暖甲拿巴的维松，加密人艾比该，甲大卫的部下以及因的家眷，拢踮伫加特王阿吉遐。有人甲扫罗讲，大卫已经走去加特，扫罗就无阁追入伊。有一日，大卫对阿吉王讲：你若看我做朋友，请伫庄骹赐我一个所在通住，你老母就免甲你住伫京城。迄日，阿吉王将西吉拉互伊，因为安尼，西吉拉属犹大王。直到今仔日，大卫踮伫非利士人的地共1年4个月。大卫甲伊的部下上去攻打基述人、基色人、阿玛力人，这几族已经伫苏尼到埃及迄中间的地区住真久。大卫无论攻占什么所在，男女拢杀死，无留甲半个，搁像因的牛、羊、驴、骆驼甲衣服，倒来见阿吉。阿吉王逐遍拢会问伊：恁今仔日去攻占什么所在？大卫回应讲：阮去攻占犹大南方，还是讲亚拉麦人的南方，还是讲基尼人的南方？大卫逐遍将男女拢杀死，连一个拢无带带倒去加特，才免因将大卫所做的代志报人知。大卫踮伫非利士人的地的时，拢安尼做。阿吉信任大卫，想讲大卫互伊的本族以色列人厌恶，所以伊会永远做我的奴仆。第28章，过无偌久，非利士人调集军队要攻击以色列人。阿吉王对大卫讲：你应该知，你甲你的部下着甲我斗阵作战。大卫应讲：无问题，我是你的奴仆，你知我会为着你做甚么。阿吉王甲大卫讲：安尼，我要派你做我终身的侍卫。迄时，撒母耳已经死，所有的以色列人为着伊哀哭，甲伊埋葬伫伊的故乡拉玛。扫罗捌将红衣甲行射术的拢赶出国境。非利士人组织行军到苏念十营，扫罗组织所有的以色列人伫基利波十营。扫罗看到非利士人的军兵就真惊，心肝噗噗转。扫罗问上主，上主拢无用民望，无用乌灵，还是先知甲伊应答。扫罗吩咐伊的仆人讲：甲我找一个红衣，我通去问伊。仆人讲：伫阮桌里有一个红衣。扫罗就变装，穿白款衫，带2个人甲伊做伙去。伫暝时，因去迄个红衣遐，
扫罗甲伊讲，请你用看蒙的法术，看我甲你讲迄个人出来。红姨对伊讲，你知扫罗的所做，伊又甲红姨甲行邪术的拢赶出国境，你是安怎设计要害我的性命？扫罗记上主对伊咒诅讲，我记用我的上主咒诅，你袂因为这个代志受刑罚。红姨讲，你爱我甲你看什么人出来？伊讲，甲我请撒母耳出来。红姨看到撒母耳就大声挤出来，甲扫罗讲，你是安怎骗我？你是扫罗？王对伊讲，免惊，你看见什么？红姨甲扫罗讲，我看到鬼魂对地里出来。扫罗讲，伊生做啥款？红姨讲，有一个老人出来，身躯满长衫。扫罗知是撒母耳，就趴伫涂骹甲伊拜。撒母耳甲扫罗讲，你是安怎搅我，牵我出来？扫罗讲，我非常痛苦，因为非利士人来攻击我，上帝嘛离开我，无过通过神旨也是民望应答我，所以我请你来，通指示我着安怎做。撒母耳讲，上主已经离开你，做你的对tượng，你哪着问我？上主为照伊交代我对你讲的实现，伊已经将你的王权拔起来，交予你的谈判代表，因为你违背上主的话，无将亚玛力人甲因所有的拢消灭，所以上主今仔日对你做这个代志。上主要将你甲以色列交伫非利士人的手，明仔你甲你的囝儿会甲我做伙。上主嘛要将以色列的军队交伫非利士人的手。扫罗因为撒母耳的话非常惊吓，随时倒落去，倒甲伫地顶，规暝规日无食半项，身躯拢无力。迄个红姨惊活去扫罗遐，看到伊遐尼惊吓，就对伊讲：你的女婢听你的话，无顾家己的性命，有照你的要求去做。但请你听女婢的话，阮准我款淡薄物件互你食，你才有气力上路。扫罗拒绝讲：我毋食。毋过伊的仆人甲红姨甲伊好喙口劝，伊才听因的话，对伊靠骹起来，坐伫眠床。红姨赶紧牵厝里迄只肥牛仔去抬，佮炒面粉和无夹饼，摆伫扫罗甲伊的仆人面前，因就食。迄暝因起身倒去。第29章，非利士人调集因所有的军队到亚弗，以色列人伫亚述的下水泉边集营。非利士人的首领带兵出阵，有的带100人，有的带1000人。大卫甲伊的部下以及亚吉王行伫后面。非利士人的将领讲：这的希伯来人伫遮创啥？亚吉王甲非利士人的将领讲：这人是以色列王扫罗的将领大卫，伊已经甲我带年外，对伊来投降到今仔日，我毋捌看到伊有犯什么过失。非利士人的将领对亚吉生气，甲伊讲：互这个人倒去，你甲伊安置的所在，毋通互伊甲咱出去交战，才免伊伫交战的时变做咱的对敌。伊要用什么报复伊的主人对伊的信任？敢毋是咱遮的人的头壳？以前以色列人跳舞的时，有人唱，有人应讲。扫罗开始称称，大卫开始慢慢。因所讲的敢毋是这个大卫？亚吉叫大卫来，甲伊讲：我基用我的上主咒诅，你是诚实的人，你伫我的军队服役，我真满意。因为对你来遮到今仔日，我毋捌看到你有啥物失错，
毋过其他诶首领无介意你，当你平安倒去，则免遮诶首领无欢喜你诶所做。代表对阿吉讲，我有做甚物代志，对我来你遮到今仔日，你伫你罗卜诶身上有看到甚物代志，互你诶罗卜袂当甲王我诶主诶对敌交战。阿吉应讲，我知，我看你亲像上帝诶使者遐尼好，毋过非利士人诶将领无爱你甲阮斗阵去交战，所以明仔天一个光，你着带所有离开索罗对你来我遮诶人离开。加早起，代表甲第一诶人透早就出发，倒去非利士人诶地。上时，非利士人耶稣的进军。第30章，第3日，大比甲伊诶部下倒去西吉拉，引告以前，阿玛力人已经有侵犯犹大人方甲西吉拉，阿玛力人放火烧西吉拉，掠妇女甲城内诶人，无论大细，一个拢无杀死，拢甲因掠去。大比甲伊诶部下到迄个城，看到城已经烧去，因诶某囝、查某囝拢互人掠去。大比甲缀伊诶人就开声吼，吼甲无力通过吼。大比两个某就是亚述诶人阿希暖甲拿巴诶威松，加比人艾比该，嘛互阿玛力人掠去。大比非常着急，因为伊诶部下为着因诶囝、查某囝苦痛切身，讲要用石头甲伊钉死。毋过，大比倚靠上主，伊诶上帝得到开力。大比甲阿希米勒诶囝祭司阿比阿他讲，请你带以弗得来。阿比阿他就带以弗得来互大比。大比问上主讲，我对入遐个匪徒敢入会着？上主因讲，去入，一定会入着，嘛一定会当救因倒来。大比就带伊诶部下600人出发，来到比索溪，有200个野牲行袂过比索溪，就留伫遐。大比甲400个部下继续去对入。因伫野外拄着一个埃及人，就带伊去大比遐，用饼互伊食，用水互伊啉，佮互伊一粒无花果大丸，2粒葡萄干丸。伊食了，元气恢复，因为伊3暝3日无食无啉。大比问伊讲：你的主人是啥人？你对倒位来？伊应讲：我是埃及囡仔，是阿玛力人的奴隶。我3日前破病，就互主人放散。阮侵犯犹大南部的基利提甲加勒地区，佮用火烧西吉拉。大比问伊讲：你减困带我去遐个匪徒遐？伊应讲：你着记上帝甲我救抓，保证袂甲我杀死，嘛袂将我交互我的主人，我就带你去。伊带大比落去的时，看到因分散一死价伫啉食跳舞，因为因对非利士地甲犹大地抢的物真多。大比对天袂光攻击因到黄昏暗，只有400个骑骆驼的少年人走有去，以外无一个走有离。阿玛力人接去的财物，大比拢有抢转来，嘛有甲伊2个某救倒来。阿玛力人抢去的，无论大细囝、查某囝、财物，大比拢带倒来，无失了一项。大比的部下将所有抢来的牛群、羊群赶伫其他精生的头前。天讲，这个是大比的战利品。
台北倒来到遐因为野生无对伊去，留伫比索溪的200人遐，因出来迎接台北甲有对伊去的军兵的时，台北行进前甲因请安，甲台北去的人中间有一寡歹人归类安尼讲，因要甲咱去，这个战利品莫分互因，干那因的某惊疑，互因带转去。台北讲兄弟啊，上主赏赐互咱的物，毋通安尼处理，因为伊有保护咱，将攻击咱的对敌交伫咱的手。恁即款做法，啥人会同意？出阵的人分着偌济，个补给品的人嘛着分遐济，大家着公家分。对迄个起，台北设立即个办法做以色列的规例甲命令，直到今仔日。台北到西吉拉的时，摕一部分的战利品送互伊的朋友犹太的长老。伊讲，这个是对上主的对敌手来的，送互恁做礼物。伊将礼物送互踮伫伯特利、犹太南方的拉末、雅提尼、阿罗尼、西末、以色提莫、勒哈勒、亚纳别人甲基尼人遐的城、荷尼玛、普拉山、阿达、希伯伦，以及台北甲伊的部下平常有得来往的所在的长老。第31章，非利士人攻击以色列人，以色列人战败逃走，伫基利波山死真侪人。非利士人追入扫罗甲伊遐的囝，杀死扫罗3个囝，约拿单、阿比纳达甲麦基索亚。扫罗受到猛烈的攻击，伊互射箭的人发现，射着受伤真伤重。扫罗甲替伊举军旗的侍卫讲：背刀甲我插死，才免我互这个无受割礼的人杀死，甲我凌辱。迄个侍卫毋敢，因为伊真惊。扫罗就用刀拍落去，家己插死。迄个侍卫看到扫罗已经死，嘛拍落去，家己插，甲扫罗做伙死。扫罗甲伊3个囝举军旗的，甲所有军队扫罗的人共一个死。伫亚述的山谷迄边，甲伫约旦河东边的以色列人，看到因的军队已经逃走，扫罗甲伊的囝嘛拢战死，就放声逃走。非利士人就来占遐个城，伫遐徛起。隔日，非利士人来拔战死的人的物件，看到扫罗甲伊3个囝死伫基利波山，就斩伊的头，烫伊的指甲，派人去非利士各所在，将这个消息报互因庙里的偶像甲人民知。因将扫罗的指甲下伫阿苏塔约的庙内，将伊的身尸钉伫伯神的城墙顶。今日的雅比的居民听到非利士人对扫罗所做的代志，因的勇士拢起来，规暝行军去将扫罗甲伊的囝的身尸对伯神的城墙取落来，带到雅比，伫遐火化，将因的骨骸葬伫雅比的柳树骹，禁食7日。咱今仔太圣人节，伫撒母耳记上卷第26章到第31章。